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梁記講古講馬講心水，又同大家見面啦。喺度多謝大家收睇先。好啦，由於咧今晚發育谷有9場賽事，依家都4點幾啦，挨近5點啦，先出片，所以咧閒話休提啦，單刀直入介紹幾匹心水冷馬俾大家參考下。第一匹介紹俾大家嘅2場9號宇宙動力，呢匹馬今季喺季初何永年1000米喺沙田開齋，跟住無以為繼，跑下，而家轉過嚟發育谷1200米呢個路程跑過7次，4次入3甲，雖然未贏，但係今次排10檔就換嚟有20幾倍賠率，值得一搏。第二匹介紹俾大家3場12號青春力量楊明倫希斯組合，上一場跑2000米俾阿麥當能雖然輸，但係唔脫節嘅，仲話佢過早隨手添。無論點都好啦，既然呢場馬孭最輕磅跑1800米，楊明倫有16倍，亦都係值得一搏嘅。跟住嚟第三匹介紹俾大家4場1號嘅宜昌精神嗌到啦，沈澤成沈澤成回歸香港啦，跌埋心水，香港真功啦，亦都冇交出頭馬好耐，傷一段日子噶啦。呢匹馬開齋馬，正係正呢個路程啦。今次降翻班，轉麥道蘭，雖然係咁啫，但係又有20幾倍喎。呢啲質素咁新嘅馬，回夠氣，隨時又可以一網成擒噶啦。下一匹介紹俾大家5場6號嘅四季醒，呢匹馬都介紹過好幾次俾大家。沙田1200發育谷1200等等啦。好啦，今次佢嚟翻呢個死路程1000米啦。過去4冠1亞都喺度路程噶，相當之準成嘅。但係近呢10場佢都冇報呢個路程喎。今次終於向現實低頭啦，報翻呢個路程啦。雖然賠率唔算不至於好冷，但係都有10幾倍，已經係直博噶啦。好啦，最後一匹介紹俾大家7場9號嘅進城區。呢匹馬季初配阿楊明倫、告東尼打碟贏咗2場之後，跟住升班4班，前2場配湯普森鑑山吞喺1400米裏邊咧爆個大冷腳，未竟全功。好啦，又透翻2場，跟住亦都過嚟發育谷150，都屬於佢盲滿路程嚟噶。既然係咁，沙田1400能夠後上一段咁厲害，今次150無不合之理嘅。楊明倫聽講好似生日係嘛？無論點都好啦，我都係睇賠率嘅。既然呢匹馬而家有18倍、16至18倍，值得一搏。好啦，就介紹以上呢幾匹俾大家參考下啦。啱跟多少，唔啱嘅睇下會唔會啟發你嘅思維，揀到其他冷馬。唔阻大家喺呢度，祝大家今晚旗開得勝，馬運亨通。下次再大家見面，拜拜。